你會去投資嘅，但係你發覺咧自己硬係喺好多錯誤嘅情況下做錯咗決定啦，例如係應該買入嘅時候，可能你就放咗佢啦，又或者可能應該放嘅時候，你又繼續揸住啦。咁你發覺咧，無論你再學更加多嘅投資啦，或者逼自己去儲錢咧，永遠都冇辦法達到你想要嘅金錢結果嘅。咁而到底點解會咁呢？個原因就係因為咧，我哋成日都諗住透過我哋嘅理性分析思維去控制我哋嘅財富數字，但係我哋忽略咗嘅係，其實我哋永遠冇辦法靠思考去到逃離我哋嘅一個生存模式。咁頭先我講緊，當大家喺一個金錢焦慮狀況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嘅身體啦，同埋我哋嘅神經系統呢，係喺一個作戰嘅狀態嚇。咁當佢喺一個生存 mode 嘅時候呢，你無論同佢講任何嘅理性分析呢，都係冇用嘅嚇。咁乜嘢為之生存模式？咁大家只要記住兩個詞語。咁第一個呢，就係逃跑嚇，咁第二個就係戰鬥。